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好虾甲饭粒。以早阿嬷的灶骹一定有好虾甲饭粒。好虾舀水的卡拉，舀水的勺子。因为你舀水的卡拉是用蚝这种动物的壳来做的，所以叫做好虾。若即摆较大型咧舀水的卡拉，都讲是好虾。饭粒是有空会当刣的有筛孔的勺子。以早用大灶咧煮饭，饭煮熟就是用这个饭粒甲饭和起来，甲暗过二条。后虾甲饭粒真共款，一个有空，一个无空，真会混唔着去。所以有一句俗语：卖会假会，后虾讲做饭粒。若人讲天，你讲地；人讲后虾，你讲饭粒，都是牛头不对马嘴，鸡同鸭讲。若是一个讲后虾，一个讲饭粒，就是各说各话。也有一句后虾准饭粒，你正进菜正落草，后虾准饭粒，敢交代会过？你虽然是甲人代班，嘛是爱甲代志做好好势，袂当安尼后虾准饭粒就要甲准过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后虾饭粒实在真趣味。